歡迎嚟到 Mateys Play， 我哋一齊 play 一 play。今日我哋要玩嘅係基地限定嘅 FSD Gundam 加圓形遠程光速步槍。盒嘅側面展示咗呢部 FSD 配有多種武器，仲有拎住遠程光速步槍嘅圖片。打開盒模型睇下裏邊有啲咩。呢盒 FSD 仲係用 PC 軟膠做關節位，玩得耐都係會關節軟化。攞起張說明書就知道呢盒 FSD 係再版模型，而基地限定版就多咗呢張遠程光速步槍嘅說明書。換個新嘅盒就係基地限定啦。板件按順序排列 A 至 H。一張貼紙、一張膠貼同埋一版 PC 件。今次我用咗呢4支噴漆嚟扮噴。開始組裝。
組裝完成之後，我仲用咗呢兩支油漆嚟做舊化，然後再上返燒光，效果就係咁樣。支遠程光速步槍可以拆成3節，孭喺背後，仲可以孭呢支 MS 用 machine gun， 或者裝呢支 Canon。如果要好似盒面咁樣拎得起呢支遠程高速步槍，首先你要將手嘅背面黐死佢，如果唔係，佢手背就會長期彈出。呢隻 FSD 整體結構同 GTO 高達類似，肩膊盔甲呢度多咗一個關節位，小腿呢個位就冇分件。背包方面，一型反而有5個推進器，二型就只有2個，但係二型兩隻小腿各有1個推進器，一型係冇嘅。加特林步槍子彈係一片軟膠，呢片軟膠要裝上去之前，最好係先畫好一個形狀，如果唔係，佢會係某一個位置對接，會有斷件嘅風險。其他嘅可動範圍都係同 GTO 高達係冇分別嘅。組裝完成之後，仲多出咗一套胸甲，可以變返 RX-7801N 焗地形高達。我買呢盒基地限定，除咗因為我想儲 RX-78系列之外，主要係想試下呢支 PS46 偏光色嘅噴漆，噴咗上去隻高達之後，喺唔同嘅光線嘅情況下會呈現紫色同綠色。實際上係見唔到綠色，只有輕微嘅青色，而紫色就比較明顯。呢隻基地限定 Gundam FSD 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仲有咩想知嘅，歡迎喺下邊留言。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， 撳埋個訂閱掣，同埋分享俾想買呢隻玩具嘅朋友仔睇下啦。下次見。